台中市东势区民政里路名按道100行，是台湾庆祝中美国革命所在。民国66年家下，台大洋医内教授林普对美国佛罗里达传入美国革命来中，头下台北埔次中，不过品质唔好，里面一路去请东势民政里嘅喜报榜，喜报榜改好当改钢次，以下路中嘅5分体哦。佢當時台灣係無人睇中，佢當年都馬以硬昂頭。不過以因此因命，總算種出品質一定好嘅美國柑，也因真比一般嘅柑味好價價也批。眾多嘅大家里面路談論一種嘅，常常打出民政美國柑嘅名聲。更加更多嘅好雜嘅時節，佢到貿易上路搶快來搶，外賣去中國、新加坡也都提起。中美紅一點苗菇，唔是結構出雜嚟歸攬，看起來簡單，唔過為咗就幾個熱量。要煎量多，煎你多落來，將個煎個底頭，安尼，門啦做多煎像咱小廚廠來講，煎你多些，較袂底個頭方裂頭方啲較袂傷到，傷到嘅時都賣礦嘅。苗菇柑皮當破，水落多當為別體，水唔少就會流下來，比其他嘅柑結還難治理。當然還為sau扒，按用果子將細嘅凍一頭，唔過就總得細條多，食材都難服食。像我管理，你看一天生得個幾條種啊咪咪，安尼，那幾條種啊咪咪嘅時候，會你講你曬不足嘅時候，水果會無好。安尼我冇好食啦，也談吐嘛咁完哦。你曬超多，又變成你曬片。就是當年青年農民為地將打出來嘅苗菇之後，盤料中拍攝嘅食粉，就唔會曬傷，難擺食起來就唔會破破。呢個安個碳酸鈣啦，人講食粉啦，眼是講像細妹講烏梨啦，蜜烏梨啦，因為佢安尼噴切落去佢有安個防曬功能。個佢對保護佢個皮，較強勢。種苗菇嘅顏色比其他柑兒還要久，對產酸都就好雜，為足是不是正年？差不多1年了佢就開始產酸開發咧，所以樣樣是幾年透天嘅啦，冇有血菌嘅啦。苗菇呢隻名談起來從係日本名，其實苗菇係流浪人台台灣人嘅教授林普對美國傳入來解，從幾個字來按名。蜜罐就個史密斯茂谷氏那個人史密斯茂谷，他用個陳列甲菊類以雜交出來，所以講這個都沒有林普教授他起這個茂谷就是史密斯茂谷。林普教授嘅東西每度講台灣繁殖嘅時間，我滿山滿谷，所以講茂盛的滿山滿谷。喜婆幫夫下調嚟一部苗菇王師妹，就係林普教授送嘅。介料是林普美食啲北埔親熱來持種，唔過打出來嘅粒頭色品質還冇按好，幫妹簽到喜婆幫，當咁持家機。一下出種嚟5分體，種頭200條，種200條啊！家下台灣都係網友，台灣網友研究嘛苗菇，一下出落眼睇，係啊，冇險呢位，我要個冇險嘅展示啊！林普教授介料是拿嚟10個種柑嘅類似種，幫妹還係苗菇嘅品質最好，通常比未最佳嘅到台灣人。主要咪係因為民政里就兩位長咗嘅環境，含個東配嘅好把水打出來嘅內容。你看東片係雪山山脈，一片係太陽區嘅出海口，寒天就大雪山山脈嘅冷風，個海洋嘅氣候，佢話背來，你像你西南風個背，西北風個背來，你邊嘟嘟淡水呢，嘟嘟係
南部的气候的，跟北部的气候的交接点。你看山艺哈，这都不行了。喜伯邦70年快时钟，种了10年，早就好休息就好卖。个当时啊，在于大人卖哦，个当时的碰柑价值啊，差不多就8、9克、12克啦吼。啊，结果啊，在于卖，我一斤开60克，市场的人卖很甜的嘛，我那个很甜的嘛卖，咁卖这个。包妹就只改推白类嘅高子上行减，除安样苗股咪快时钟嘅卖嘞。地都未来，我来讲，我是在1粒块毛，我做得唔是看的。啊，是来是这，地都讲安尼啦，啊40克我甲卖啦，总共了嘛了无1多啦安尼。哦，结果都第一年地都甲卖40克，卖到有向到50克。哦，啊到第二年来呢，地向我讲唔是在市场，我7接来要较在。第二年都卖60以上咧，哦，佮当时都冇向到国际市场卖到1公斤200克。喜伯邦係全推翻挑住界種苗股嘅嘢，天天啊價時見率幾好，每種挑嘅嘢都睇記住。今年民進嘅產量咧，都係用99%，大部分做啊係苗股係轉入去嘅啦。睇下我講，種嘅時間都嚟停一學嘅嘛。要喺度接下嘅接縫啦，嚇，要喺度整下縫啊。啊，我就說獨樂樂不如眾樂樂，我嘛盡量推廣阮大家去種啦。有錢大家出買嘛。我細漢嗰時，我弟講，俺兩種啊試田，嚇，啊試田試了，就咁樣就有葡萄，嚇，啊就萬種葡萄咁樣價錢嘛一好，啊嘛咁樣嘛較好顧，啊個過來就講啊土，有啲苗國開始出來了，嚇，啊我認為講啲品質又好，嚇，食路又嘛好，啊啲肉質嘛好，啊水分嘛多，所以講我認為講啲啲安尼哦，係。看啲嘅長遠性當好，所以我將佢開始嗰個停下來種苗國安。第一個時期，呢個就風就好咧，唔過處理呢樹樹頭下，咪快時種一條嘅苗股肉。農民講種呢個下下為人工，本錢就粗，呢風行為只是中國也係日本進口，所以當到呢度咪貴種苗股。啊，因為啲苗國接落去嗬，而係即係講頭多味都唔是個接過嚟啦。你個減率來講嗬，我啲啊減率嘛有人8萬元嚟減頭啊。見到豪宅嘅時期，細細嘅面積裡，除咗5、6期嘅苗子上，從嚟為來賣，為外銷到中國、日本、新加坡留分類兩條蔬菜。面積裡300戶，就得講每家每戶都注重，為經濟實現咧，萬山萬水都係旺亮嘅苗股感嘅夢想，確實就讓係苗股種。